情。接近農曆新年，好應該咧將屋企大掃除一番。從邊一個角落開始去大掃除咧，因人而異。有啲人喜歡由自己嘅睡房開始，因為睡房係最容易打理嘅一個房間，裏邊只要一衣服、床鋪，好似冇其他嘅嘢存在。大廳就最困難啦，因為乜嘢都有。反顧之，廚房咧，雖然好似好多嘢，只不過係複雜、多物件、種類繁多，同埋花費嘅時間比較耐。嗰日喺執廚房嘅時候，將一啲零碎嘅物件好好咁收納，將一啲其實應該要棄置嘅器皿咧，都要用斷捨離嘅心態將佢放低，好好咁樣將自己嘅廚房整理一番。打開雪櫃，發現好多過期嘅食物，甚至乎飲品。人就係咁噶啦，喺買嘅時候咧，就往往覺得呢一樣嘢係需要嘅，嗰樣嘢又適合擺喺廚房。如果雪櫃裏邊咧有呢一款同呢一款，再加上多一款嘅飲品嘅話，應該咧喺屋企就唔會悶啦。甚至乎一樣嘅飲品，你可以買唔同嘅牌子同埋唔同嘅款式。執雪櫃嘅時候，你會覺得自己買嗰時好貪心，但係自己嘅肚皮咧範圍有限，能夠飲嘅食嘅其實唔多，所以如果要將整個雪櫃裏邊自己買嘅嘢食晒飲晒嘅話，我諗相信一定會壞肚皮。突然間諗起一樣嘢，如果將自己以往嘅一段好珍惜又想留低嘅感情擺咗入冰箱嘅話，愛情同埋記憶可唔可以凍結嘅咧？就喺最開心、最值得留低嘅嗰一段日子、嗰段時光凍結起嚟。每一次打開冰箱嘅時候，你就發現最美好嘅回憶喺裏邊，幾好啊！想回想翻嘅時候，就將佢溶解，但係往往好可能你溶解咗一次之後，記憶又或者甚至乎你值得去珍藏嘅嘢就會消失，就好似冰變咗水一樣，溶咗之後，你冇辦法將佢變成以往嘅一塊冰。愛情係咪就係咁嘅咧？希望留低嗰一刻，用盡力量，甚至乎希望將佢凍結，但係往往人生就冇咁如意啦。打開雪櫃，無聊再一睇，其實應該將自己要放低嘅嘢就要放低，要拋卻嘅嘢就要將佢遠離自己嘅生活，好好咁計劃未來啦。